年新鲜到随时去哪找入味，牛逼味，中气又味又臭诶，也都中今日我吐大家乡下落去爱越生意啦，最重要嘅地方。呢個地方呢，也對愛故宮人呢，細細台台學問嘅重視。對我自家來講呢，當然啦，呢也係愛改變，呢咪係愛ใน人生當中情感老建議嘅呢個地方。呢係哪位啊？呢呢就是愛改建，呢也就是愛古改主塔。這個呢表定愛阿太，哇！是呢呀26歲嘅時節，呢個呢神法宮、老神廟宮兩兄弟啊，嚇。來推主來到兩位日期來到兩位，愛係第34歲，哇！目前呢應該傳到10萬多，泰國呢子孫呢有1000人大，哦。這時間呢嚇，講真嘅也是在最歡喜嘅就係掛住嘅時節，因為個時節掛住睇這個國家家族呢啊強下。好，也掛住完了之後，本家門啊，甚至結束之後，大家強下來一起團，哦。以前呢，學了許多東西啊，就真簡單啦，所以呢，就按你倆機會，所有嘅中間大家寫好，來恢復你給倆情感，本大家呢做得強下，前難得給倆機會，倆也就係愛最歡喜嘅倆時間。自家做了阿爸有了時候，去年嘅也做了阿公，將啲講咧境界重要是。第一，自家去樣板來，阿爸呢愛樣板嘢來去，也做得呢為呢啲下年台啊來規劃，可能好嘅呢未來。當然呢嚇，這部門嚟講。做乜嘅堅持呢？用啲木藝啊來創作。當然啦，我會講啊，嗬，呢係愛改建，客家唔係愛改建。我會以前呢用愛改心，留愛改祖先，留愛改啲先安湯，喺個客家呢用熟來傳承下去。